因为伊朗的总统在直升机雄雄摔落来，不幸过往。昨昏伫伊朗几内城市有举办哀悼，嘛因为发生事故的这架直升机是美国做的。中方声讲，发生事故迄当时，伊朗捌向美国讨救兵，也毋过互美国拒绝。人住伫伊朗城市大不里士，要陪过身的领导人祈祷，有民众伫过程中忍不住流目屎。利益是伊朗总统来世的丧礼第一天，等于伊甲外交部长等几名的官员伫出席活动了后，坐直升机经过山口时发生意外，机内人员全部罹难。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就宣布，全国会为罹难者哀悼5天。联合国甲真侪国家代表也拢表达慰问。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as well as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. 针对发生事故的原因，通讯局搜救队初步调查推测，直升机可能是关掉，也是根本无安装信号系统。这台直升机是美国在贝尔21日机型，有伊朗前官员就指责，美国发动制裁，造成伊朗无法度买所需要零件，直升机才会发生意外。也毋过，就伫传出事故的第一时间，伊朗官方并无向友好的中国两国求援，而是联合美国请求协助。We were asked for assistance by the Iranian government. We did make clear to them that we would offer assistance, as we would do in response to any request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. 美国表示，中期尾其在协助伊朗，并不是因为美伊两国的特地关系，而是因为后勤原因。美国也强调，莱斯过身并未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基本立场。佮指出谴责莱斯侵犯伊朗政权。伊朗已经定伫6月28举行大选，到时阵会选出新的总统。外国媒体分析，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，伊朗对内甲对外政策拢未有真大的变动，因为中期尾决策权也是掌握伫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手中。公司新闻纽感编译。